咁多位中學同學，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我哋嘅中文補習教室，我係你哋嘅導師。大家有冇諗過，如果有一日你發現自己係一個開掛嘅神童，唔使讀書，唔使溫習，隨手寫篇文都攞五星星，係咪好爽先？但係如果呢種神力會慢慢消失，最後你變得同普通人一模一樣，你又會唔會覺得好可惜？今日我哋要講嘅呢篇課文就係一個關於神童隕落嘅悲劇。王安石嘅傷仲永。咩係借事說理？喺睇故事之前，我哋一定要識一個好緊要嘅寫作手法，叫做借事說理。呢篇文嘅作者王安石係呢方面嘅高手。呢種手法通常係先敘事後說理。點解唔一開頭就講大道理？因為如果我一嚟就同你講後天學習好重要呀，你一定會覺得好悶，好似聽緊長輩說教咁。但係如果我先講一個生動令人惋惜嘅故事，令你產生共鳴，然後再帶出道理，咁樣唔單止冇咁悶，仲會令讀者覺得更加具體明白，更有說服力，亦都更加容易接受個道理。故事內容由神童到眾人。故事發生喺金溪，主角叫方仲永，佢屋企世世代代都係耕田嘅，細弟耕。仲永5歲嗰陣，連筆墨紙硯都未見過。有一日突然喊住要呢啲文具，佢老豆覺得好奇怪，去鄰居度借俾佢。點知仲永一攞到手，即刻寫咗4句詩，仲寫埋自己個名。呢首詩嘅內容係講點樣奉養父母，團結同族，養父母，修族。全鄉嘅秀才睇到都驚嘆不已。自此之後，人哋只要隨便指一樣物件叫佢寫詩，佢都可以立就即刻寫好，而且內容同文采都非常有水準，其文理皆有可觀者。院裏面嘅人覺得呢件事好神奇，開始有人請仲永老豆去作客，甚至有人俾錢買仲永寫嘅詩。佢老豆見到利其言也，覺得有錢賺，於是做出一個最錯嘅決定，每日帶住仲永周圍去拜訪院裏面嘅人，表演寫詩嚟還蓋乞錢，完全不使學，唔俾佢讀書學習。作者王安石好早就聽過呢件事，到咗明道年間，佢同佢阿爸返家鄉，喺舅父屋企見到已經12、3歲嘅仲永。王安石叫佢寫首詩嚟睇下，結果發現仲永而家寫嘅詩已經不能稱前時之物，即係同當年個神童傳聞完全唔相稱啦。又過咗7年，王安石再返到舅父屋企問起仲永嘅近況，大家嘅回答只係得一句泯然眾人矣，佢已經冇咗特別嘅才華，變返一個普通人啦。點解會咁？後天學習嘅重要性。王安石喺故事嘅最後發表咗佢嘅偉論，佢認為仲永嘅聰明才智係受之天賦嘅，而且佢嘅天資比起一般有才有德嘅人仲要優秀得多。但係點解一個天賦咁高嘅神童最後會變成普通人？原因只有一個，佢受於人者不智也，即係話佢冇得到後天嘅教育同學習。王安石指出一個好扎心嘅道理，一個有天賦嘅人如果唔讀書學習，尚且會變成普通人。咁如果我哋呢啲資質平庸嘅普通人不受之天，再唔努力學習，不受之人，咁我哋連做個普通人嘅資格都未必有呀。各位同學，方仲永嘅悲劇話俾我哋聽，雖然天賦 IQ 係天生嘅，但後天學習先係成才嘅關鍵。仲永個老豆為咗眼前個少少錢，荒廢咗仔仔嘅才華，真係令人好惋惜。所以無論你覺得自己係天才定係平庸，都唔好放棄學習呀。今日嘅講解就到呢度。如果你覺得呢條片幫到你明白傷仲永嘅道理，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，留言話我知你覺得係咪仲永老豆要負最大責任。仲有記住讚好，分享俾你身邊嗰啲以為自己係神童唔使溫書嘅同學仔。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